那個地域有怪嘅。除落 B B。專家嘅意見固然值得參考，但係投資始終涉及風險。如果大家真係想買入舊樓、博樓換樓嘅話，記住做足功課先好行動啦。我哋一般都認為啦，香港嘅樓宇咧就越嚟越貴啦。咁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土地供應不足所致。咁但係咧最近咧有一份銀行嘅報告顯示出咧，咁香港嘅土地咧其實咧就足夠咧未來3至40年嘅發展嘅喎。土地嘅主要來源咧，除咗係靠官地之外咧，仲有咧就係靠舊樓收購嘅土地啦。而家香港咧係有大約4000到超過50年樓齡嘅舊樓嘅。再加上4大發展商持有嘅農地，政府啟德嘅新發展，仲要古洞北、粉嶺北、打鼓嶺3個新市場，提供合共超過5萬個單位。另外，亦遠低於規前嘅預期啊！當時估計咧到2011年嘅就會增至到810萬嘅，但係實際上啊，去到2010年咧，只係有710萬人口。照計咧，人口增長放緩咧，對住屋嘅要求咧就唔應該係咁大嘅。咁普遍都認為咧，就可能係內地嘅買家多在內住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諗住買上車盤嘅時候咧，就要睇定啲啦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見面啦，拜拜。下集會見香港其中名人趙世登參觀由佢一手打造嘅4層大宅。